新學年開始啦，同學又有學校訂購午飯。而根據綠色學生聯會資料顯示，本港單係小學生每日所棄置午餐飯盒就多達30幾萬個，其中有20多萬個係即棄飯盒。我會揀而家用緊嘅環保飯盒，因為而家香港都冇乜地方可以堆填，咁地方越嚟越少啦。咁如果再製造咁多垃圾呢，驚香港嗰啲堆填區會負荷唔到。大部分學生普遍認為即棄飯盒對環境同埋堆填區有好大嘅傷害同埋影響，而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而家就轉用緊環保飯盒，而其校長就表示，使用環保飯盒係推廣環保意識嘅開端，而更加希望藉住使用呢個環保餐具，進一步宣揚環保意識。咁喺今年我哋即係用呢類嘅環保飯盒嘅時候咧，其實我暫時咧聽到家長、老師同同學嘅反應都唔錯嘅。我甚至咧開始咧就徵詢佢哋咧，好唔好連餐具咧都可以用埋一啲即係可以放棄即棄嘅餐具嚇。即棄飯盒每日都會製造大量嘅垃圾，大大縮短堆填區嘅壽命，問題仲日益嚴重添。有見及此，喺度呼籲各位家長同埋學生支持學校選用環保飯盒，以舒緩問題嘅嚴重性。駐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記者馮其健報導。